變形金剛4頻生意外，米高比爾險中飛天水樽。哇，好高啊！咁又係，唔係睇佢哋打起上嚟好唔過癮噶嘛？哇，好多腦諗啊！變形金剛4開工好大陣仗啊！雖然前日發生咗啲風波，但劇組一樣照開工。我睇過導演米高比爾嘅 blog， 繪影繪聲咁描述，都大概知咩事。涉案兩兄弟被警方落案，暫控勒索同埋襲警罪，尋日提埋堂啦。所見現場多咗保鏢，但有時咪話唔信邪啊！唔知係咪之前冇入鄉隨俗拜咗神仙呢？飛車拍動作戲預咗啦。導演喺天橋底睇下景 ，Oh my god！ 差啲俾橋上面臨記嘅天降水樽搏中啊！所以見阿 Jack 個體身企到咁高，都戥佢心驚驚啊！場戲講 Nicola 同扮老豆嘅麥克華堡等人喺天台逃亡，男友阿 Jack 把劍一定有啲玄機啊！